本路呢就有5名醫護人員喺今個月18號自發組織到咗四川災區支援，並且喺22號返澳門，而且聽日將會有5名醫護人員同1個建築師進入災區。四川大地震之後第6日，本路有3名醫生同2名護士透過一個國際組織自發到咗四川。4日後佢哋平安返嚟，但係親眼目睹災民嘅慘況，佢哋一時間心情都未能平復。其實我哋都有受影響嘅，咁譬如翻嚟嘅時候，第一、第二晚啊，其實都真仲未能夠係真係個思想能夠完全嘅翻正常啊。喺災區5日，佢哋深入山區揾傷者，行到邊醫到邊，載住佢哋周圍去嘅係當地嘅義工。真係好多人好齊心去救災咯，因為我哋嘅司機全部都係義工，佢真係好出遊出去嘅時間去車我哋去啦。當佢知道我哋嚟救災嘅時候，佢係講一句好多謝你嚟幫我哋。喺多方面嘅援助之下，當地嘅物資供應已經開始穩定，但係因為衛生嘅問題引發嘅疾病亦都開始增加。埋啲小朋友呢，啲衛生條件比較差嘅時候呢，佢哋出現咗啲皮膚嘅問題都比較多，因為我哋都有見過一啲好似疥瘡啊，同埋而家甚至我哋收到電話，佢哋出現有水痘咁嘅情況都會喺嗰個社區度蔓延。咁普遍一啲嘅胃病啦，譬如一啲嘅食物，因為佢哋只係可以食杯麵啊，所以呢冇菜食，咁可能出現好多便秘啊。除咗醫災民皮肉上嘅創傷，佢哋都嘗試醫治佢哋受咗傷嘅心靈。嗰條村度有好多小朋友，咁我哋派咗好多糖俾佢，同佢哋玩啊，佢哋都好開心咯，同埋感受到我哋真係有人去愛佢，去關心佢。事實上真係災區好多細路仔啦，佢哋冇咗父母啦，冇咗朋友啦，佢哋嘅心理創傷咧係需要好大嘅幫助醫治而一時間係好難有咁多嘅人去可以做到呢一樣嘢，所以其實如果我哋有一啲嘅人，佢係真係喺呢一方面係有佢專長，心理輔導兒童，尤其是兒童方面，其實呢個係真係對佢哋有好大幫助。星期二仲會有另外5名醫護人員同1名建築師進入災區，佢哋嘅負責人話6月份會再組織第3隊義工到災區支援。